人，意思是要人赶一瓶。阿姊啊，你莫袂想啦，你捌听人咧讲吼，男大中婚，女大中嫁。阿爹安尼做是为咱好的啊。我听你咧唱咧，当你是捌啥？咱是千金小姐咧，咱咧厝哦，路财祖干啊，甲咱伺候甲安尼舒适舒适。咱若嫁去人家哦，做人的媳妇，大家大官小姑小姐，大家拢嘛爱伺候，无定定吼，搁爱互苦毒了。放心啦，大姐啊，到时阿爹吼会甲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，你嫁过迄边哦，共款做少奶奶，互你甲阿妈只是用老老，手不当三宝啊。嘿，毋对哦，迄阿囝哦，伊安尼安排，你讲来哦，是相亲对哦。吼，我就无爱咧，吼我遮尔凊彩哦，互起来臭查甫人看。你讲臭查甫，你都骂着我你二姐啊，你爱知呢，伫咱这个时代诶，若无甲洞房花烛夜，无我就看到对方生了圆的变的呢。阿爹咧做对恁真好啊呢，互恁有选择的余地呢，互恁若敢若袂随咧经时过，随了随安尼定动，才摸一落仔转来，对恁算真好，爱知足啊啦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李小姐，李小姐，好消息哦！大家欢迎收听好消息。老爷交代我吼，紧来甲两位小姐讲明仔载要互恁相亲哦。哈？遐紧？明仔载就要相亲？是啊，郎先生吼，伊还佫有讲，伊要带两个学生帅哥哦来互恁敬哦。哎哟，有听到无？暗爽在心内哦。两个阿姐啊，会记你哦。明仔载就目睭闭好金，然后三顿去食点心，我要来休困啊吼。来，公主来。哦，哎呦。行好，行好。哦。这阿爹哦，真正真毋是款的，时段哦做了久哦，哪做到惯势呢？这我的终身大事呢，拢毋捌甲我参详一下，搁无先尊存我，无意思。阿姊，你莫生气啊啦！阿爹吼都已经答应人啊，咱应该吼爱听阿爹的话，毋知着。啊无吼，阿姊，你吼赶紧转去准备一下，伊嘛吼较早困的。你若困好饱眠吼，明仔载毋才会当安尼白泡泡、幼绵绵啊，吼，赶紧的。喂，你的意思是讲阿姊我若无困就真歹？无咯。歹势，我水在底，甲当时哦都水喷喷。好啦好啦。明仔载就要相亲啊咧，阿爹讲要用紧的。爱做大姊的，大姊就会先紧。安尼我无爱啦，我著紧去厝呢。阿姊，歹势啊哦。阿姊啊，阿姊我哪还袂困啊？我伫咧烦恼啊，我咧想讲哦，阿爹叫我明仔载去相亲啦，我是做大姊的咧，阿爹吼一定叫我先敬，这个敬翁吼是要敬迄个门当户对的，也是有学问的，也是吼甲我较适配，也是吼敬外壁缘投的，也是敬讲吼安尼鼓意重贺的。到底是要安怎敬哦？我真正做犹豫啦。阿姊啊，迄足简单的啊，迄敬翁吼，头先吼，咱来看伊的家世是毋是有好，搁来吼，咱来敬迄款吼，迄忠厚又搁老实的，对无？迄摆吼袂要紧，人讲吼，歹歹的翁食袂空啊。真正你讲歹翁吼，伊才会听你，照顾你，互你幸福一世人啊。若是迄种缘投翁吼，你千万袂用紧的哦。迄缘投翁吼，所有查某囡仔看到吼，拢会足介意的啊。你缘投翁，就爱甲大家讲价。像你迄款的吼，有一天吼，伊若是甲你带一个小姨，安尼吼，阿姊，你会做委屈的哦。阿妹啊，你真正吼甲阿姊共款安尼巧，我就拄仔咧想诶，讲这敬翁吼，爱敬迄个较古意老实的哦，安尼较可靠，才会当吼活靠一世啦。你知影就好啊啦。我著了解讲吼，你一定烦恼讲吼，袂记食宵夜，所以吼，阿姊你看我对你偌好，我给你特别吼准备这个鸡汤吼，要来友好你。哎哟，真正是会作害啦！我就是安尼烦恼啦，烦恼到讲哦，袂记你食宵夜啦，无怪我肚枵啦，困袂去啦。来，趁烧，紧嘞，来。免啦，用汤匙啊，规样芳开你妈啦。
汤。汤哦。无迄个尻川，搁敢食迄个下药，搁食讲，食小等下你就知。万星拜见阮阿伯，免客气，免客气，遐只，阮辈吼姓娘名娟啦，人拢叫我两公的啦，两公的吼拜见娘阿伯。好，唔免啦，哎呦，行到这大咧，两公的啊，我嘛甲你讲几啊摆啊，迄衫遐尼长，较穿都要穿这丝，尾改较短安尼。好啦，这次哦，这次都阮阿爹的啦，互阮阿爹加我落咧，加我做到一条头悬咯。哦，这丝恁阿爹的哦。嘿啦，恁阿爹的啊，你著定定咧穿甲便利的衫，你咧穿，你著规日间用较短的，行路著骹袂去站着，著袂跋倒啊，对无？这袂用改，袂用改啦。袂用改。这丝衫吼，是阮阿娘咧亲手吼要做阮阿爹穿的了。我若甲改过吼，这领衫就敢若毋是阮阿娘亲手做的共款啊你啊。讲安尼哪对啊？啊，甲一旦你要穿哦，你著规气哦，叫恁阿娘改改，后摆搁喺路咧行哦，嘛较袂跋倒。阿伯啊，阮阿娘吼，甲阮阿爹两个少年吼，拢去苏州卖鸭卵啊。恁阿娘甲恁阿爹咧做生意哦，去苏州卖鸭卵哦，迄是大卖还是遐伊批发的？无啦，毋是，啊，煞毋知影讲吼，两个拢过身去啊啦。等你嘛咧讲边，无怪人咧叫你两公的。啊，过身就过身啊，讲啥物去苏州卖鸭卵？无啦，人都拢安尼讲，我对人安尼讲。阿伯唔安尼讲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啊，姐。小妹啊，嘿。你去看卖，看恁小姐到底是安怎，人来遐久啊，也唔紧来。哦，是老爷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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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人来无咧面前咧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是安怎啦，小姐？我唔知啦，我前阵没写到即马，我死翘去了。哈，你歹要倒？但这是要安怎咧？老爷吼叫我请你去大厅要相亲呢。哎呦，来上啊啦！我讲讲甲当是要安怎相亲啊？你去甲阿爹讲，我人无爽快，我爱去啦。毋过小姐，我莫甲我吵我，你讲我即摆要困，恁若去莫阁吵我，谁若阁吵我就甲做好死。紧的啦，我快，我要休困了。毋过，哎呦，莫咧毋过啦，你甲阮阿爹讲啊，讲我人咧无爽快。是小姐。唉，可怜啦，大食神搁浩然面咧，早困晚精神，就是像你即款啊。免讲你嘛找无翁好嫁，互恁小妹设计去啊，叫讲毋知影，真正戆甲大财拍扑啊！哼。奇怪咧，也觉得也袂来。哎呦，你遐只了面来吼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阿伯啊，不要紧啦。拜见阿爹。但你是差不多啦，人起来遐久啊，你甲即摆才出来，你大姊呢？阿姊哦，阿姊人无爽快，叫我甲你讲吼，伊袂当来啊啦。好，这个死老鬼哦，一定哦，都安尼甲我赌气啦，无要紧。好，你若要安尼，明仔慢慢来甲你点。来，阿孙啊，我甲你介绍吼，这位是两公先生。两公先生，哎，孙小姐吼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吼是状元先生啦。状元先生，你好。确实也是种高事。多谢公主，你的耳朵。我呢内底哦，这酒菜拢传好啊，来内底吼，哪食饭哪开讲。先生，请。老爷你嘛请吼，小姐请。照他。你嘛请。无咯，迄个
顺。安尼，听迄大小姐讲人咧无爽快，大家拢走去食饭，万一若人咧艰苦，看要安怎？不会啦，我这嘴大要多个重要诶，小姐，你是安怎啦？是人咧艰苦哟，啊？我把豆芽我这嘴大啦。巴肚枵喙焦。小姐，你等下坐，吼，我来烹饭互你食吼。小蛋，你啥啊？我姓杨啦，名光，人拢叫我梁公的，梁公我本人啊。你来这创啥？我就来这相亲你啊。相亲？这个人袂歹，真有爱心，会关心我。阿妹有甲我讲过，讲景翁哦，莫景伤缘投的，景故意的，老实的，安尼较会当挖靠。好，景一个。你有安怎啊？啊？我。